来乡亲啊，这个中度风台杜苏芮来扰乱。过去，互莫拉克风台取缔甲禁食力的高雄架线，即个是严阵以待。国防部嘛派人支援，专程来戒备。当地有袂少的乡亲是正惊讲，这个八八风灾的灾难会过来一届。高雄市政府嘛协助居民以方式来撤离。早起各区的区公所已经撤离着3000多人。另外，屏东来义乡的溪水中大水，嘛惊有危险。这中昼过了后，嘛拢强制来撤离咯。头朝一直为串楼的溪流冲落来，边仔就是社区的面体，民众看甲是足烦恼。屏东来义乡进入来义部落的车辆，伫咧透早拢爱登记管制，过中昼12点了后就无开放。山区是一直上大雨，过到了后强制撤离。会不会担心啊？现在这台风要进来了。当然是会，一定是会。另外，屏东三地门爱寮溪同款是溪水中大水，国军提早进入整备。太武乡的武潭村出现着路树崩落，地势高压线断去，有458户停电，台电人员赶紧派人来修理。它这样逐段的来接通啦。第24线德湾路口到新山，嘛实施预防性的封路。你是从哪里折返的？走那个啊，深山那里啊，他们什么时候封的，我不知道啊。再来看高雄市嘉善区，近一天就国军进驻。国防部在26号的时候就派出了陆军第8军团的弟兄们，先提前上山，也协助区公所做预防性的撤离。3台军用的车辆停伫咧区公所的外口，高度戒备，就是烦恼八八洪灾个发生。心里会不会说怕的？还是会有一点的，因为我们住在河边呐，一下大雨的话，我们就还是会怕，一定会怕。透风大雨，各地嘛爱做好洪灾戒备，避免出现任何意外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